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是这个德联邦仁堂名人会，昨日暗伫台北大直5星级的万豪酒店包场啉春酒开80桌。这个酒店外口高级的名车、超级的跑车是停几排，搁找超过150个旗袍辣妹伫咧道边来服务，甚至伫咧门口迎宾送客，事后搁甲这个影片铺上网。这个举动是互中山分局长相当的气愤，讲这乌帮分子伤藏手咯，根本就无甲警察放在眼内，绝对要来处理。啊，资深的刑警嘛害头吐气，讲这尔啊小白，这尔啊臭样，真正是伤白目咯。只个换来帮派的组织，防大规模清除扫动。两排水果妞仔穿旗袍，大家身材拢真好，因徛伫咧红地毯两边，笑眯眯，真正人客，互人袂输行伫咧星光大道。场面办甲遮尔热闹，其实是德联邦民政会做一个春酒现场。找歌手小兵伫开唱，主持人佮找小钟来炒热气氛。真侪家人拢是嘉宾，嘛找水果妞仔来斗茶。民政会伫咧大地酒店包5楼开85桌，开400多班，内场精彩。歌场门口嘛插真侪台跑车，本场阁有小姐迎宾。根据了解，当时民人会本来安排女性接待人员站在1楼的饭店门口迎宾送客，但是因为惹怒中山分局长陈金城，才会把人改成站在5楼的会场门口和电梯口。分局长于现场听闻后，不解业者为何要消极配合黑帮嚣张作为，故当场警告饭店，如一再消极配合，将封锁饭店周边区域，强势执法。警察发落去，爱因全部离开，水果妞仔才乖乖去楼顶。不过尾啊，佫甲乌道春酒的影片传去咧网络，好大甲警察示威。联邦人堂的名人会逐渐串起哦，他们在竹联帮内已经成了领头羊，这样高调的作风真的是太白目哦。那黑道帮派其实生存有他们的法则，老一辈的黑道角头都知道，要跟警察互敬互谅。给警察面子是生存的前提。春酒现场坐伫咧主导的就是民政会前会长林金贵、前高塔戴军刀，甚至含香港乌道好省好干部冒来。不过办到遮尔车兄，警察嘛按算对德联邦的各帮派酒店进行大规模的扫动和调查，要互乌道伤过唱秋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